台南市为了节省能源，目前正汰换传统的路灯，将全面改为 LED 灯。不过，议员蔡小伟却以民众的定情，认为 LED 灯太过聚光，照明的范围较小，光的所在变真光，但暗的所在嘛真暗。因此建议工务局是不是要调整光照，或者是路灯的间距距离？这照片就显得只有那个部分会很亮。但是原本可以照射在往前一点的这个街道上民众就跟我反映说，其他的所在是暗的。我们有没有其他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反应？而且这只是这一条街，还有别条街有类似的状况。如果说这个是它旁边还有大条马路，那如果说有一些是在巷弄，甚至是偏乡，因此而变成比较阴暗、更危险，变成治安的死角，怎么办？是不是装设了以后还要再去实际的去看它的状况？确实，假如说是因为它的那个间距比较长或许有时候可以考虑一些增加，但是一般大部分都不会。因为你小在住家你拿那像你光，你搁加增一个，有时候又变成说夜间会影响睡眠的品质。另外，随着新冠疫情本土病例哪来哪增加，真侪民众伫咧求助无门的状况。议员黄丽椒嘛建议研科会应该增设市民的专线或者是平台。对此，研科会回应，目前有增设20线，提供民众一站式的服务。现在的一个民众都非常惶恐，一连串好像是无症状的就那么多，那一连串确诊的到好像就觉得身边的都是。但是你身边的都是的话我想说，这民众对这方面的一个知识都是欠缺的，而且政府的态度好像没有明确的把它说清楚我们研考会在这个平台上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方面能够加强一下注明，让我们的民众会能够去熟悉了解，让他们能够有。看要怎样的一个因应态度来面对。我们其实研考会在我们的 COVID-19 专区里面，我们有一个生活关怀服务专区，里面有相关的资讯，那民众可以去查询。那另外呢，我们也在永华这边 B1 呢，我们成立了一个生活关怀服务专区，那里面一支电话是3901-551。那这支电话呢，总共我们有20线了20线，那民众知不知道有这一支电话？我们在那个记者会就是下午的记者会。好，你说记者会，我是想说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在这边，对，你是不是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多方面的一个去宣传，让我们的民众知道，万一找不到卫生局、找不到卫生所的一个窗口。那可以打到我们这一支专线里面，然后可以让他们能够求一个安心。那卫生局其实也有288-180的专线可以打进去了，我们这边3901-551呢，我们是一站式的服务啦，也就是说，我是要求同仁呢不能再转接了，我们在那边呢就尽可能的来直接解答那个民众的一些疑问。对。另外，伫市府各局处推出的各种 App， 包括交通、旅游等。因为一寡部分重复性相关，对此嘛有议员要求研考会应该重新整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